影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日前到台中造势，伊讲台中坐运的南线之所以改站点，是甲刷到有利人士的徛家附近。赖清德正明显是咧盯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。国民党团早起开记者会，讲卢秀燕的版本都是当初前市长吴志强任内所规划的版本，前市长林佳龙所规划是弯入来搁弯出去。国民党反问讲，所以到底是在咧独立有利的这个人士咧？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，伊无清楚啥物有利的人士会调整这个站点，是因为专业的考虑。赖清德，难道你要当终结者吗？透早就开记者会，呛副总统赖清德，因为伊进前去台中造势，讲中正南线刷站点是刷去有利人士因兜附近。明明就是台湾大道，好好的不走，弯出去再弯进来，到底是谁在改路线？我想这个图非常的容易懂。我不知道确定什么有利人士啊，哈，我就是说，基本上选战以后。那他靠近谁的土地都不是交通部在所管的一个状况。用地图来说明，讲卢秀燕规划捷运路线，甲当初吴志强任内规划同款，真正该是林佳龙。更加表示讲，虽然林的版本刷落站离车头敢若265公尺有较近，也无卢的版本除了刷落站以外，搁增加。德林国小站会使服务更较侪乡亲，是讲在地立委林正义认为讲，预算增加真济，如果改地点，民众袂安心。大家都晓得，重要的交通节点能够共构，才能够促进我们所有交通跟交通之间的衔接。侯友宜市长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想你不知道吧？你连你们新北市你都搞不清楚吗？历任的行政院长都没有核定，赖副总统可能太忙了。对他自己担任行政院长任内，也没有核定这条路线，可能也忘记了。针对这点，行政院嘛发出声明，讲媒体所讲的台中南线的计划，卡伫行政院等待核定等等讲法，甲事实无符合。大选年连这个捷运的路线要安怎行，牵动哪里敏感的神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